还有一种句型是我会怎么做。这种句型可视情况重复题目的条件，接着说 I will先，我会先怎么做，再怎么做，爆妹，最后怎么做。A、B、C 是我们的做法与步骤，要注意题目要求我们讲几样，要控制在20秒内回答完成。比如这一题，你睇氣候，我出門前會做呢度事情，請你講出事項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當日清早睇氣過後，我會先去洗面、洗牙齒，再過完衫褲，包埋整理書包貼，就行路去學校咧。呢度路呢，讓到一條流浪狗，又瘦又惡作，青菜狗。想問你怎樣辦做長卡好？這一題沒有要求要講幾樣，所以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我會先睇東西本記識，再過留機大站屋下寫咗，包埋聯絡動物保護處嘅人來停手處理。